嗱，唔知大家對科特迪瓦呢個國家咧有幾多認識啊？可能咧好多人同我都係一樣啊，都係透過咧前車路士傳奇球星咧杜奧巴咧先係第一次咧留意到呢支非洲大將。咁但係自從杜奧巴咧喺2014年世界盃咧退出國家隊之後咧，象牙海岸啊就一度咧陷入咗沉寂，甚至咧連續2屆咧無緣決賽周。咁直到2025年10月啊，一場關鍵戰役咧改寫咗一切。咁喺對陣肯尼亞嘅生死戰裏邊啊，象牙海岸咧就以3-0取勝，重返咧世界盃嘅舞台。而喺呢場比賽入邊啊，建功鎖定勝局嘅係一個咧只係第2次代表國家隊上陣嘅後生仔——迪奧文迪。嗱，迪奧文迪嘅故事啊，始於科特迪瓦亞比揚。嗱，細個佢啊，只係西非街頭一個普通嘅細路，冇正規嘅球場，冇專業裝備，連一對似樣啲嘅波杯啊，都係遙不可及嘅奢望。嗱，呢種赤手空拳追夢嘅故事啊，同當年嗰啲大牌嘅巴西球星嘅成長經歷咧，如出一轍。無論環境點樣艱難咧，都撳熄唔到佢心入邊嗰把足球之火。嗱，佢好清楚啊，要擁有屬於自己嘅波杯咧，就必須要改變現狀。咁為咗夢想，佢好細個咧就做出咗人生最艱難嘅決定，離開屋企，獨自咧入咗去青訓學院。嗱，從嗰一刻開始啊，足球對迪奧文迪嚟講，唔再只係興趣，而係改變命運、逆轉人生嘅唯一出路。嗱，其實喺15歲嗰陣時啊，迪奧文迪咧就已經獲得到一啲外流發展嘅機會，但係因為年紀太細咧，始終冇辦法簽咧正式嘅職業合約。咁面對眼前呢個現實咧，屋企人咧經過慎重嘅考慮咧，最終咧就決定送佢遠走美國。咁憑借一身啊非凡嘅天賦咧，迪奧文迪咧順利入讀咗美國佛羅里達州嘅 DME 學院。嗱，初到異國啊，對佢嚟講咧就好似行咗一個完全陌生嘅世界，遠離家鄉同埋屋企人咧，孤獨咧幾乎係日常嘅一部分。再加埋啊，當時嘅佢咧幾乎咧完全唔識英文，冇辦法咧正常溝通，只能咧靠手機嘅應用程式咧一啲一啲咁喺度自學，喺沉默之中啊，慢慢咁適應新嘅生活。但係亦正係喺佛羅里達呢段時間咧，佢開始真正長大，球技咧持續進步，同時咧心態同獨立性咧都喺不知不覺間咧被重新塑造。嗱，講翻 DME 啊，呢間咧係一間專注體育發展嘅技術學校，匯聚咗咧嚟自世界各地嘅精英球員，競爭咧自然相當激烈。但係啊，至少喺一個高手如雲嘅環境入邊咧，迪奧文迪咧由第一日開始咧就已經同其他人咧拉開咗距離，1對1咧幾乎冇對手咧可以限制到佢。嗱，一旦啊俾佢推到去禁區附近咧，節奏咧就完全俾佢掌控，比賽咧就好似變成咗佢一個人嘅舞台。嗱，憑藉住呢個統治級嘅表現啊，佢咧獲得咗代表 DME 咧出戰由 AS Francis 舉辦嘅內部選拔賽。嗱，嗰場比賽啊，集合咗咧佛羅里達州最頂尖嘅青年球員，甚至咧仲有唔少球員咧具備國家隊嘅經驗，整體水平咧極高。但係結果啊都係一樣。嗱，當時咧個16歲佢啊，完全接管咗比賽，冇人咧記得佢嘅數據。因為咧重點咧從來唔係佢入咗幾波，而係咧佢喺場上展現出嗰種咧肉眼可見嘅差距。咁嗰場比賽之後啊，一共有6名 DME 嘅球員咧入選咗 AS Francis， 個個咧都有潛力咧繼續向上發展。但係啊，即使喺呢班精英入邊啊，迪奧文迪咧依然係高出一個 level。嗱，最終咧 AS Francis 嘅主教練索性咧以佢為核心，建立咗咧成個戰術體系。嗱，的確咧佢都冇令主教練失望。咁喺代表 AS Francis 出戰美國聯合超級足球聯賽期間啊，無論常規賽定係季後賽，佢都係一直以核心嘅身份咧帶領球隊前進，一路咧殺到入決賽。2023年8月，美國弗吉尼亞州咁一笪咧毫不起眼嘅球場入邊咧，迎嚟咗 UPSL 嘅決賽日。嗱，雖然啊 AS Francis 咧被視為咧奪冠嘅熱門，但係啊比賽嘅過程咧並唔係咁順利。節奏咧時好時壞，場面咧一度咧陷入咗被動，始終咧冇辦法真正咧掌控局面。咁就喺呢個關鍵嘅時候咧，迪奧文迪咧企咗出嚟，幾乎咧一個人咧孭起咗成隊波，咁先係射入咗全場嘅第一個入球，打破僵局。咁去到加時咧，佢又再一次挺身而出，射入咗制勝嘅入球，帶領咧 AS Francis 咧以2-1捧杯。嗱，嗰一日啊，成為咗咧佢喺美國足壇嘅標誌性時刻。
嗱，其實等 UPSL 嗰陣時啊，迪奧文迪咧就已經同唔少嘅球會咧有接觸，其中咧就包括蘇超嘅格拉斯嘅流浪。嗱，佢甚至去過試腳，但最終咧都無功而返。問題咧就唔係能力，而係咧經理人咧要價太高。嗱，雖然咁啊，但係佢職業機會咧並冇因此停咗落嚟。嗱，之後啊，佢收到咗西班牙球會利根尼斯嘅邀請，當時咧佢對加盟咧都相當感興趣。但係啊，都係因為同舊經紀公司嘅問題啦，資訊唔透明、溝通混亂，轉會咧一度停滯。嗱，最終咧佢選擇咗同原經理人嘅合作。咁喺新嘅經理人嘅安排之下咧，佢前往咗希臘嘅豪門咧奧林比亞高斯試腳，甚至咧一度咧接近完成加盟。不過啊，喺短暫嘅適應之後咧，佢認為啊當地嘅環境同埋踢法咧並唔適合自己。於是咧親自重新聯絡利根尼斯，喺雙方嘅新一輪嘅溝通之下咧，好快咧就達成咗共識。2025年1月啦，佢一直追逐嘅夢想咧，終於近在眼前。但命運咧喺最後一刻咧，同我開咗一個殘酷嘅玩笑。嗱，就喺佢準備前往西班牙簽約之際啊，傳嚟咗咧佢妹妹離世嘅噩耗。原本咧應該係人生最重要一刻，瞬間咧就變成咗最難承受嘅打擊。但係即使喺咁沉重嘅情緒之下咧，佢依然咧選擇繼續前行，將呢年咧最黑暗嘅時刻咧轉化成推動自己嘅力量，帶住情緒咧行入咗職業賽場。嗱，西甲第一場比賽咧對手係皇家馬德里，雖然咧只係後備上陣咧短短4分鐘，但對佢嚟講啊已經足夠深刻，因為咧呢幾分鐘咧係佢多年嚟努力嘅回報。佢咧終於可以同自己昔日嘅偶像咧企喺同一塊草地之上。嗱，夢想雖然成真，但屬於佢嘅故事咧就遠未結束。嗱，個半月之後啊，喺對陣愛斯賓奴嘅比賽入邊啊，迪奧文迪咧就踏入咗自己職業生涯嘅第一個入球。嗱，因為妹妹離世而長時間壓抑住嘅情緒咧，喺嗰一刻咧全面爆發。佢喺球場上邊咧忍唔住咧流低咗藍耳淚。嗱，球季下半程先係加盟嘅迪奧文迪咧，最終為利根尼斯咧上陣咗10場，交出咗2個入球同1個助攻。嗱，雖然呢份數據咧未算特別耀眼，但已經足夠吸引到球會咧為佢埋單。呢隊波咧就係德甲球會 RB 萊比錫。嗱，大家一定好好奇哦，萊比錫點解會用2300萬歐元咁重皮咧去收購當時身價得個150萬嘅迪奧文迪咧？嗱，答案咧好簡單。嗱，萊比錫咧買嘅唔係眼前嘅實力，而係呢個少年咧未來無限嘅潛力。嗱，時間嚟到2025年嘅夏天，萊比錫咧面臨緊鋒線重組嘅困境，核心鋒線組話石斯哥同埋奧賓達咧相繼離隊。嗱，球會咧原本計劃咧係想巴西嘅前鋒告魯斯啦，同埋挪威嘅新星魯沙啦一齊去分擔啦球隊入球啦同埋創造機會嘅任務。但係啊，邊個都估唔到，最終孭飛嘅咧竟然係年輕嘅迪奧文迪。嗱，加盟萊比錫之後啊，迪奧文迪咧迅速適應咗節奏，幾乎咧一入隊咧就企穩咗正選嘅位置。但係啊，真正令佢開始被世界球迷認識嘅一戰咧，出現咗喺今季嘅德甲嘅第13 round，萊比錫啊主場迎戰法蘭克福嘅焦點對決。嗱，呢場比賽第46到64分鐘啊，迪奧文迪咧就徹底咁接管咗比賽。嗱，先係喺禁區裏邊咧趁火打劫，幫自己咧開齋，再係咧就喺禁區外邊咧左腳咧初射破門，完成咗梅開2度。嗱，最後一波咧佢吸過咗個龍門咧，打入咗空門。用3種完全唔同嘅方式咧，一口氣咧完成咗帽子戲法，驚豔全場。嗱，截至今季德甲第30 round， 迪奧文迪咧已經代表萊比錫咧各項賽事咧出戰33場，斬入咗13球同埋9個助攻。嗱，場均咧製造0.6球。咁對於一位年僅19歲嘅少年嚟講啊，呢份數據咧已經足夠震撼。嗱，除此之外咧，佢仲係本季咧德甲嘅個人王，突破嘅成功率啊高達60%，位列咧5大聯賽之首。嗱，足見啊呢位科特迪瓦新星嘅恐怖實力。嗱，好難想象啊！冇幾耐之前，一個仲只係喺美國踢緊半職業比賽嘅少年咧，而家咧佢個名咧已經開始同歐洲最頂級嘅豪門咧拉上咗關係。曼聯、利物浦、PSG、拜仁咧都傳緊咧有留意呢位科特迪瓦嘅翼鋒。咁啊，根據最新嘅數據顯示啊，佢而家嘅身價咧已經飆到咗7500萬歐元，一個球季啊接近50倍嘅暴升，變成咗本季咧漲幅最高嘅球員。當然啦，亦都有人質疑咧，德甲球員嘅身價咧會唔會有啲水分呢？
就好似當年嘅石斯高咁，去咗曼聯之後咧，都有人話佢係水貨。但係啊，對於迪奧文迪呢個 case 嚟講，真正嘅答案咧，或者咧好快就會出現。下個月啊，世界盃咧就要開波啦，到時咧佢將會首次咧企喺國際大賽嘅舞台，實力咧到底去到邊咧？到時咧就一目了然啦。嗱，無論係世界盃咧定係轉會市場，呢個夏天咧注定咧有好戲睇。我係電視君，我哋下集見。